免費植牙諮詢流程，其實冇咗牙，點解需要植牙呢？一般人會認為冇咗一隻牙唔係咩大問題，唔覺得要鑲返或者處理佢。其實冇咗隻牙唔單止會令其他牙齒走位，仲會引起其他口腔情況，例如牙周病、蛀牙、牙齒磨蝕同牙膠痛等等嘅問題。嚴重嘅甚至會影響日常飲食，降低生活質素。宏康牙科嘅免費植牙諮詢提供一個最便利同埋低門檻嘅方式，令大家可以先了解自己嘅口腔情況，睇下適合邊種牙齒修復方式。宏康牙科設有24小時自助預約系統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自行預約免費植牙諮詢。見醫生當日準時到達診所，用手提電話自助登記個人資料，就可以開始我哋嘅免費植牙諮詢啦。首先，我哋會為你嘅牙齒作全面記錄，包括拍攝全口 X 光片同埋做電腦掃描，然後拍攝口腔相片，進行詳細口腔掃描。最後，醫生會親自同你講解你嘅情況，俾你知道邊一種修復方式適合你。大家知唔知道植牙究竟係啲咩嚟呢？植牙係將鈦金屬嘅植體放入牙床骨裏面，扮演牙腳嘅角色作為支撐，再喺上面安裝牙套、牙橋，甚至乎活動假牙。如果係一隻牙冇咗，可以將植體放入牙槽骨，等待牙骨同植體愈合之後，再度身訂製牙冠部分。植牙嘅外觀功能同真牙冇乜大分別，將來其他牙齒出現問題，可以個別進行修復，唔會影響到植牙。如果多隻牙冇咗，可以放置2至4支植體，再喺上面安裝固定式牙橋或者活動假牙。萬一成個口一隻牙都冇，或者剩返嘅牙齒情況都比較差，又可唔可以做到呢？答案係可以嘅。呢個情況就可以做 All-on-4 植牙。顧名思義，就係喺4支植體上面安裝整排嘅固定假牙。呢個方法同傳統方式相比，手術次數同所需要嘅植體都少啲。唔單止復原時間短啲，最重要係價錢都平啲啊！最快手術當日可以接駁埋固定嘅臨時假牙，咁就可以即刻靚翻晒，同埋有翻牙食嘢啦。隨住科技發展，而家仲可以結合電腦掃描同3D 打印技術，製作手術導航器，進行電腦導航植牙手術。新技術除咗可以縮短手術時間，而且傷口比起做傳統手術更加細，咁就可以快啲復原啦。講咗咁耐，係咪所有人都適合做植牙呢？當然要經醫生嘅專業評估先啦。如果情況比較複雜，就有機會要做補骨或者轉介俾專科醫生跟進。我哋有專科醫生團隊，全個過程喺返我哋嘅診所進行，唔使行嚟行去，仲可以更加緊密咁跟進你嘅情況添。